祖母，儿臣今天就想问您要一个人。哦，莫非你看上了哪一位女子？正是这位胡姬。啊，漂亮，舞技也好。皇祖母，清流也敬你一杯。哦，莫非你也看上了这名胡姬？正是。好，为了公平起见，那你们两个人就和这位女子一起跳舞吧。谁跳得好，就属于谁。袁大人，我的2个孙儿想要跟这位胡姬跳舞，你来安排一下。华太妃，皇子与舞姬跳舞，恐有不妥呀。怎么？哀家的话不管用了？难道我连这点权利都没有了吗？不，华太妃，袁某马上安排。皇祖母，孙儿先来。哎呀，赵王啊，一看你跟这位女子跳的就不默契。恕孙儿学艺不精。晋王啊，该你了。皇祖母，清流献丑了。